头拄听到的是气象署上新的说明，咱来关心天气。凯美风台即马已经是转做中度风台，风台中心嘛伫今仔日透早4点20的时，对桃园新屋出海啊。咱同齐来看分图。会当看到风台即马也在影响咱台湾。早暗到今仔日日时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，伫北部、宜兰、花莲拢有阵雨，宜兰、花莲嘛共款爱细致强风大雨。雨水是爱等到中昼过后才会较减。中南部伫今仔日规天是拢会有真明显的强降雨，山区累积雨量上界济，有局部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。24点钟累积雨量雨量上济所在，就亲像头拄气象署讲的，是伫宜兰的太平山，昨昏到今已经超过1000毫米。嘛要提醒乡亲，即马山区的雨阁继续在落，爱细致水房山、落石头，风台天唔通挖进山区和海墘啊。